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領養社工1分鐘，我係宇峰。今集嘅題目就係活着就係要慶祝生命，佢舉辦生前喪禮，讓愛喺離別之前講出口。我哋今集好想講就係生前派對、生前慶祝活動對臨終者同埋親友嘅意義係啲乜嘢？當生命去到終章嘅時候，我哋可以選擇唔同嘅方式嚟到去告別。生前慶祝活動呢，就讓我哋有一個機會重新去思考死亡嘅意義。生前告別嘅意義有3個重點。第一就係情感嘅交流，提供一個難得嘅機會向至愛表達感謝、愛意，又或者心底嘅説話。咁呢一種交流呢，其實係好珍貴嘅。第二就係不留遺憾，就係讓逝者能夠喺在生之前就能夠聽到親友對自己嘅祝福啦、思念啦。咁愛呢要及時講出口。第三就係情感嘅療愈，臨終者同埋在世嘅親友一齊去面對生死嘅課題，其實係為哀傷鋪路，奠定咗將來嘅哀傷復原嘅一個基礎。咁 Alice 嘅故事咧，就係佢53歲嘅時候就被診斷咗患上末期肺癌，但係佢好願意同埋好希望去直接去面對佢生命嘅終章。佢好精心咁樣策劃咗自己嘅生前喪禮，邀請佢所有佢好愛嘅人一齊參與。喺活動入邊，每一位親友都有機會去表達對佢嘅愛啦，同佢嘅回憶啦，同埋感謝。咁佢甚至咧好搞笑咁樣講嘅話，係話咧，如果1年之後我仍然喺度嘅話咧，就係為第二場嘅生前派對係做彩排。咁生前喪禮嘅慶祝嘅有咩形式可以參考呢？咁我記得以前曾經為一位伯伯舉辦過一個迷你演唱會，咁我就同佢一齊練歌啦，有個演唱會嘅歌 list 啊，跟住就係安排咗送獻花嘅環節啦，有美食啦、抽獎啦，我仲準備咗好多嘅樂器咧，讓親友一齊去即係去 join 呢個演唱會，on for 呢個演唱會。咁同時同義工都好好設計咗演唱會嘅海報啦，仲有一個迷你嘅演唱會嘅門票咁樣。咁就係可以考慮慶祝嘅主題啦。咁我記得有位病人好中意比卡超嘅，咁就可以將個會場設計到係比卡超嘅主題啊咁樣。第三就係一啲傳統嘅儀式啦，好似一個模擬一個喪禮啦咁就好想即係大家可以思考下，究竟自己想用嘅儀式方式係啲乜嘢嘢咧？咁在病人嚟講，呢個生前喪禮喺對佢哋心理層面有咩好處呢？第一就係接納自己嘅死亡啦，去減低一啲對未知嘅恐懼。第二就係修復關係，好希望藉住呢一個活動咧，解開同一啲親友嘅心結啊，希望重新有一個新嘅 connection。第三就係情感嘅表達，就係創造一個安全嘅空間，好坦誠去分享內心一啲深層嘅 in-depth 嘅感情。第四就係希望得到心靈嘅平靜啦，有一種圓滿嘅感覺，減輕咧臨終嘅一個焦慮。咁其實我哋對於舉辦生前喪禮或者派對，我哋非常建議咧有社工啦，係在場係做一個情緒嘅支援嘅，因為好多時候有沉重嘅地方啦，亦都可能有喊有笑嘅地方啦，所以如果有社工能夠兩手準備喺現場做情緒支援咧，係非常之需要同埋理想嘅。咁生前派對在親友嚟講有咩好處呢？第一就係有機會講出內心嘅説話，不留遺憾。因為我哋做哀傷輔導，最常聽到嘅遺憾就係有好多説話嚟唔切同最愛嗰位講。
第二就係情感嘅連結啦。第三咧就係預先嘅愛悼，個意思就係照顧好預期性嘅哀傷。咩叫預期性哀傷咧？其實哀傷咧唔一定係病人離世之後先發生。當親友預知到心愛嘅嗰位可能不久嘅將來就要離開人世，就已經有一啲哀傷嘅症狀，一啲哀傷嘅反應走咗出嚟。咁呢個就叫做預期性哀傷，而生前派對、生前喪禮，正正係照顧緊呢一種預期性嘅哀傷。第四就係感恩同埋慶祝啦，同臨終者係慶祝生命嘅成就，可能佢係一生人做得最好嘅嘢啊，一啲美好嘅回憶啊，咁樣。咁點樣籌辦生前喪禮呢？咁有四點啦。第一就係可以諗下，你最想喺個喪禮入邊表達嘅係乜嘢嘢呢？嚇，有咩説話想講？有咩故事想分享？或者你對生命或者死亡有一定嘅睇法，你好想鼓勵一班同路人。帶出啲正面嘅信息，其實亦都可以，亦都我哋所講嘅，或者係亞林係存在治療嘅一個大師，佢就喺《凝視太陽》一本書入邊分享到漣漪效應。當一個人知道佢最好嘅嘢喺自己離開咗之後，能夠留住喺世間，就能夠減低佢對唔好意思死亡嘅焦慮。咁第二就係制定，即係做 planning 啦，誒舉辦活動嘅形式啊、時間、地點，但係要特別 highlight 一點就係要留意住自己嗰個健康狀況，因為舉辦一個活動咧，其實都幾花氣力下嘅，係啦。好多嘢要安排啦、arrange 啦，咁唔好即係等到最後一刻先至舉辦，係啦，呢個係一個即係好想 highlight 嘅。咁另外就係可以 plan 下有冇咩 souvenir 啊、禮品啊、一啲回禮啊、散水餅啊，咁啊送翻俾嚟出席嘅朋友親友。第三就係 draft 定一個 invitation list 啦，設計定你嗰張 invitation card 啦，就係邀請你最想佢哋嚟嘅朋友咁樣。第四咧就係搞活動啦，咁可以諗下，你想嗰個生前喪禮嗰個氛圍啊、氣氛係點啊？你想係又喊又笑啊，定係全程都好輕鬆啊、開心啦咁樣？咁咧，亦都可以邀請一啲團隊咧，係做錄影啊，將呢個珍貴嘅時刻咧，可以 keep 起佢啊。咁親友日後睇翻咧，都會覺得好安慰嘅。咁咧，去到總結嘅部分啦。生前嘅慶祝活動重新定義咗我哋同死亡嘅關係，佢讓死亡唔再單單只係結束，而係生命旅程嘅一個自然嘅歷程。當我哋打開心扉，面對死亡，生命嘅意義同價值就會更加之清晰。呢一個亦都係對生命最深刻嘅致敬。多謝大家收睇領養社工一分鐘呢個 YouTube channel。如果你對我哋嘅資訊有興趣，邀請你免費訂閱我哋呢個頻道，期待喺下一集再同大家分享。拜拜。